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召開咗聯席會議，討論制定維護國家安全嘅附屬法例。根據政府提交嘅文件，建議依照《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110條訂立附屬法例，清楚界定喺香港國安法同國安條例之下點樣認定特區法律下其他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文件指出，如果行政長官根據香港國安法第47條或者國安條例第115條發出證明書，認定某宗案件涉及國家安全，相關罪行就會被視為危害國家安全案件。同時，假如一個人因同一行為被控交替罪行，嗰啲交替罪行亦會被界定為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其實去年同今年，立法會相關委員會都曾經舉行過類似會議，討論包括訂立附屬法例、宣布部分國安公署處所為禁地，以及修訂香港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賦權警務人員喺指定情況下要求交出電子設備密碼，違反者可被判監。今次會議進一步就法律框架作出討論，確保維護國家安全嘅機制更加清晰同完善。有網民近日喺社交平台爆料，指一名女實習醫生喺明愛醫院實習期間，疑似違規使用 X 光機，為自己檢查膝部，仲將影像放上網。醫院管理局表示，涉事行為並唔恰當，會按既定人事程序向該名實習醫生同一名住院醫生採取紀律處分。貼文最初指，女實習醫生喺雜物房內用 X 光機照膝部，引起醫護界同網民關注，質疑有冇足夠輻射防護。不過醫管局調查後確認，檢查並非喺雜物房，而係喺院內一間設有嚴格輻射防護措施嘅 X 光室進行。操作儀器嘅係一名持牌住院醫生。醫管局強調，醫療設備只可用於獲授權嘅臨床服務，員工嚴禁擅自用作個人用途。明愛醫院已檢測輻射安全，結果顯示公眾範圍符合標準，服務未受影響。同一貼文仲指，該名女實習醫生早前喺律敦治醫院實習時，曾召喚男友醫生協助檢查。醫管局調查後確認病人服務未受影響，但已嚴正告誡，並密切監察其餘下實習表現，確保符合專業標準。中環贊善里一個住宅大廈地盤爆出嚴重欠薪風波。今日早上約9點，超過20名地盤工人同清潔工喺地盤外拉起橫額，上面寫住有汗出冇糧出，公開追討薪金。佢哋指控開工1年半，至今被拖欠2至3個月人工，涉款超過400萬。有工人接受訪問時表示，佢哋主要負責玻璃幕牆工程，但由今年1月中開始，二判就開始拖糧，到5月為止，只收到2個月薪金，近3個月完全冇糧出。估計有大約40名工人被拖欠，每人欠薪10幾萬。有清潔工同噴油工人受訪時，亦話唔清楚大判同二判嘅關係，但強調雙方一直冇合理解釋，只係1個禮拜拖1個禮拜，1個月拖1個月。佢哋懷疑大判已經有付款俾二判，但二判持續拖欠。警方接報到場，現階段安排工人到勞工處申訴，事件仍在跟進。